始，所以有一句咧经典有讲啊，大道啦，道端午，咱叫画张图，这张图啊，咱将会当看见午是对到位，会中午咱会中午一结婚以后，这个家庭开始慢慢有一个家庭啊，来用开始生囡仔啊，生囡仔以后，有父子的关系是出来啊，囡仔一大以后，就有兄弟，姊妹的一个关系，所以无论内底的一个兄弟就出来啊，慢慢，囡仔大汉以后，出社会啊，是要做工课，所以这东西伊爱做工课，开始就啥，相对下准心，就是头家甲一个新抱的一个关系，然后朋友，人际关系嘛，都是朋友的一个关系，所以咱知影讲，这个母论啊，其实呢，伊就是讲为家庭伊是一个核心，慢慢来推展出去啊，推展去一个社会，咱而且其实咱会当看到啦，相对下的关系，两种就是父母的关系甲婚事的关系，这是相对下。那第二是讲啥？讲情。婚甲事是讲啥？讲理。然后呢，兄弟啊，讲情；朋友讲理。夫妇要讲啥？两个做伙讲。有时阵，因为你咧甲人阿某之间，你全部讲你的话是不通，毋过啦，你嘛袂当讲全部就是顾着讲即个阿某情啦，人讲什么耳边风用，讲就是因为夫妇啊，是上界亲近的嘛，所以啊，做太太就容易伫即个阿妹即个女旁边，阿讲一寡的啦，如果讲也无合理的话啊，咱就袂当去做，所以啊，这内底嘛是爱包含着即个你的身份啊，所以啊，阿嬷是情甲理拢爱顾啦，到底对方咱的对方，就是相处之间，咱爱去做一个拿捏，要拿捏，就是咱来讲三法则，第用，这三性嘛，那而且来。落来，咱就是讲着讲，即个三大点啦，伊是就是即个智能表，伊是互咱某论啊，和谐的。咱人啊，咱既然讲咱的落即个出生伫咱即个人世间啊，表示讲咱都足侪一个无文化，所以呢，咱必须呢爱照会即个修持，照会即个磨练，来互咱的一个心性，来甲即个心情较圆满。咱知影，伫某论内底伊包含着咱人所有的一个人际关系，不管是甲朋友、甲顶司、甲阿某，甲父子、甲兄弟，甚至所有的人际关系伊完全拢包括伫内底啊，咱知影啊，其实啊，即种人际关系啊，不管倒一轮啊，对于咱这个阿嬷无关系啊，这内底啊，都有足侪妹甲阿嬷相处，咱知影无关系，两个就偌细心啊，囡仔嘛是共款的，有关系，陪囡仔就较大的，还是父母脾气较歹，嘛是共款，偌细声体体的，咱互
中